有研究發現，自然嘅生長同埋養分豐富嘅土壤，令有機菜嘅營養價值遠高於利用化學肥種出嚟嘅菜。有機農夫亦都花盡心思去令瓜菜生得更靚、更大、更好味。留種係其中一個好辦法。因為我種呢批絲瓜呢，我就發現佢有好多隻好靚嘅、好大隻嘅咁樣呢，我就係將佢留起嚟咯。同埋呢，佢喺呢度生長咗一段時間，適應咗呢度嘅氣候同埋呢樣嘅泥土呢，佢會特別生得靚啲嘅。如果我唔需要留種嘅呢，佢開咗花之後呢，大概4日到開始呢就可以收得。但係如果我留種呢，就起碼要都少成3-4個月啦。同埋喺呢段時間裏邊呢，如果係俾其他啲蟲咬咗啊，或者針鋒針咗啊，咁我就會全功盡廢㗎啦，隻瓜就。田基裏邊嘅有機廢物，例如乾枯嘅野草、收成之後剩翻嘅菜頭菜尾、太老嘅農作物等等，都可以用嚟做堆肥。將有機廢料循環再用，係令到土壤肥沃嘅最好方法。而家咧，我倒晒落呢度啊，等呢個箱滿晒嘅時候咧，我又要將呢啲肥咧畢晒落去嗰度嗰個大嗰個堆肥區嗰度，等同埋啲牛屎啊嗰啲嘢咧撈埋晒一齊。再堆過噶。昌哥每次都起碼要花上半年時間，製造到一批堆肥出嚟。不過都總係唔夠用。佢話要保持農地肥沃，每季就要用上4噸堆肥。每幅田都混合栽種咗多個品種嘅瓜菜，一嚟可以減低蟲害，同時亦有助保持土壤嘅質素。農耕生活雖然好刻苦，但係昌哥話一定會堅持落去。佢好希望能夠為振興本地農業出一分力。我而家睇到咧，香港嘅農業咧，即係老一輩嘅農夫，如果係唔喺度嘅時候咧，就差唔多應該就冇噶啦。咁亦都唔想香港就冇晒農業咯。咁試圖想我哋稍為後生啲啦，都唔後生噶啦，嚟試下睇下得唔得啦。如果我能夠成功嘅，咁可以帶動啲人嚟，即係重新投入農業咯。